40啫呢條路係嘛？42已經閃閃下，咪即係40咯。西飛嚟啦！過唔過埋先？啱先過到，又係40。而家呢度咧係亨廷活 Scarborough 咧好出名，兩條小徑，一條就係叫 McNicoll， 另外一條叫亨廷活，就呢一條啦。咁而家頭先我後邊咧就 Midland， 前面就 Brimley， 再去咧就係個油站。喺我後面油站啊，我前面油站啊。總之前面咧就係多倫多史家堡無人不識嘅叫集友商場，咁唔係好雜嘅，即係唔係複雜嘅集，係集齊啲朋友嘅商場，即係結集朋友嘅商場。咁就呢個叫 Brimley， 咁就唔使擔心噶啦，成個 Scarborough 咧，度度都係晒相機。呢個街口係衝燈相機，下一個街口咧就係 speeding 相機。咁就好少咧，就衝燈同埋 speeding 咧擺埋一齊嘅。可能因為國內啲生產平啊，所以政府啊賣大量嘅呢啲東西翻嚟裝。咁咧就裝到咧，度度都係呢啲咁嘅監測系統，咁咧就令到大家咧非常之安全。基本上你想唔安全都唔得，度度都係快相，咁你行安全啦。全世界最安全就係多倫多。多倫多最安全就係 Scarborough， 更加多益街坊。呢個就係 Chartwell Shopping Centre， 我一到步咧就嚟呢個商場噶啦。